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港之港第36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香港站。香港站顏色為白色，位於港島中西區中環港景街，於1998年6月22日通車，係東涌綫同機場快綫嘅市區總站。香港站設計核心概念係利用適當嘅自然光線以及清晰嘅空間佈局，創造通透流動空間，以引導遊人。香港站機場快綫主要設施位於車站較高樓層，L2層係月台同的士站，地面層係出口、市區預辦登機櫃台。市區預辦登機大堂同月台閘區都設有客務中心，同時該大堂同月台層都設有機場航班顯示屏，方便旅客留意航班資訊。月台方面，現時機場快綫喺香港站只有一個側式月台，附設出入閘機、客務中心、商店及的士站。目前機場快綫往機場方向同往香港方向列車都共用同一月台上落客，令乘客容易逃票。香港站最底兩層係東涌綫嘅設施，東涌綫月台位於 L4 層，以島式月台排列。而東涌綫大堂位於 L3 層，通往中環站嘅轉車通道亦喺呢層，人流係所有樓層之中最多嘅，站內大部分商店皆集中喺呢層，方便乘客轉車時順道購物。香港站東涌綫大堂同中環站以一條收費區嘅內轉車通道連接，稱為中環行人隧道。轉車通道分為兩段，兩段之間有扶手電梯連接得記利士街大堂，亦係港鐵車站藝術表演嘅所在地。有5組車站藝術品設置喺車站嘅唔同位置，作品標題分別係夢幻之旅、快宜安、雨後太陽潮水、彩綢舞同四季。香港站共設有7個出入口，分別係往國際金融中心2期記出口、往交易廣場1至2期嘅 B1 出口、往天星碼頭嘅 B2 出口、往德記利士街嘅 C 出口、往交易廣場3期嘅 D 出口、國際金融中心1期記出口及往國際金融中心商場嘅 F 出口。香港站位於中環商業中心區，加上附近有多種接駁交通，車站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連接，所以出入閘人流唔少。呢個站係4線轉車站，所以用轉車通道嘅人流喺繁忙時間十分多。雖然香港站1998年啟用時設有第2個機場快線月台，該月台需要配合香港站以東嘅機場鐵路掉頭隧道伸延段完成，方可投入運作。屆時，東涌綫同機場快線班次可分別增至每 2.25 分鐘同 4.5 分鐘一班。今日香港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下集我會講迪士尼站，未完待續。